我會輸啊！我特登輸。你贏啦！你認真玩，你認真玩啦！你認真玩。其實你唔係開自動㗎，開槍咁都做。我終於識手榴彈跳啦！你跳得到咩？跳到啊！做咩？後兩邊跳。有冇事認真同我玩？喂，哇！你自動啊！哎呀，認真啦，認真啦。冇開自動嘅。你掟得到，不過太歪實。哇！咁啊，你咪拍緊片嚟係啊，爆音流，老子我是技術流，你呢個爆音流。我是技術流，你是爆音流，他是爆音流，跟我一起練。係你個特技，我個特技步槍勁啲定係你個手槍勁啊？我 shit！我特登用手槍跟住讓你記下，你而家係咪拍緊片啊？係啊，仲拍緊。誒！我心諗如果你嗰個唔拍片啦，嗰個我可能唔拍過咁。你下一場認真玩啦，你認真玩啦，拍你最勁個實力。我而家認真。嚟，你認真。哎呀！我知我是技術流。你先爆音啊！你頭先都爆完音。冇話唔得啊！冇話唔得。你還玩不起啦，開始丟過來了。你冇血啦。拖人！